用人唯才嘅一個觀點嘅話呢，並唔係令到大家呢係覺得係一個恰當嘅一個人選。好似一個政治先知嘅角度去睇啊，就又審又判，你估你係先知咩？明明呢，響嗰個資歷同埋學歷條件係夠嘅，響教育局裏邊嘅一個工作嗰個經驗呢，都係有嘅。人哋未做同埋上任，你已經係大鑼大鼓咧，以政治之矛係攻政治之盾。咁究竟係咪教育專業呢？咁我係抱好大嘅懷疑。香港呢，係唔應該係有咁樣嘅一個嘅立法會議員嘅。我覺得特別佢代表教育界啊嘛。佢參加過2次選舉啦，喺業界裏頭對佢呢並冇即係一個信任啦，或者係一個支持。如果葉建源議員呢，佢居然話佢贏嘅就係叫得，輸嘅就叫做唔得，我會高度譴責啦呢種嘅立論嘅。咁呢個係民主選舉嘅真諦咩？歷史上好多民主選舉嘅得勝者係一塌糊塗嘅。特朗普夠係佢選贏咯。你睇下佢而家做咗幾多令到人哋耍手擰頭嘅事呢？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，你唔能夠用一個政治嘅立場，你去批判一個人適唔適合做一個問責局嘅副局長。羅致光嘅問題就即係大家好清楚，雖然佢有某一個黨嘅身份，但係呢個唔妨礙大家呢係對佢有一個高嘅評價。蔡若蓮女士嗰個政治背景好突出。你係分黨分派，你一方面你就話唔喜歡嘅人呢，佢政治立場係濃厚；你喜歡嘅人呢，明明佢參加政黨好耐，你又話佢政治立場冇問題。稍為係用嗰啲獨立思考嘅話，都覺得你嗰個評論呢係胡言亂語嘅。葉建源，你作為教育界立法會議員啦，會唔會都約見新任嘅副局長溝通下，做好溝通佢啦？暫時就唔會啦嚇。你估而家即係話鬥脾氣比賽咩？係嘛？即係我中意就約，唔中意就唔約。喂，咁你唔好做立法會議員啦！你作為教育界嘅立法會議員，你唔去約見問責官員啦，係你失職咯，係一個毫無責任嘅一個嘅講法咯。